看后面一片哈，这个我们的莲潭公园啊，莲潭志洪池很漂亮哈啊，在市府特别选在这个景点哈，搭建这个活动中心，让一个多功能的方式哦，给我们的乡亲能够使用，而且建筑上哈搭建的非常完美，这个花了5000多万，啊由中央补助1600多万，其他的由市府自筹哈，也在经费拮据的范围内哈。市政府能够找出这一块土地，又用了这些钱来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多功能使用。像是1楼我们将来要做收银中心，而2楼这边就是由我们社区使用有大礼堂啊，也有厨房啊，还有就是各种多功能的方向来给大家来完善。是我们从10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做努力跟规划，到今天115年1月份开始落成，所以这中间呢，我们大概经历了6年多7年的时间，才等来这一座。那这当中呢，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帮忙，还有我们的林志展副议长也有帮忙，所以这一座的里民活动中心不是单纯只有里民活动中心，我们楼下1楼是0到2岁的公托教育，因为现在这边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师新贵，他们的孩子其实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当初的设想规划是想说，让年轻的工程师在这里能够安居乐业。莲潭里的活动中心是坐落在莲潭公园的东北角。莲潭公园是一座滞洪池，设置这个滞洪池的目的呢，是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时候能够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这边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会有人来这边运动。公园的旁边在坐落这一座美轮美奂的一个里民活动中心，其实除了让民众可以歇歇脚以外，然后接下来就是未来我们大概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跟成大团队做合作，那会有一系列的讲座来提供给所有的里民来做服务，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来，掌声鼓励，让咱未来拢会当一切顺利，一切平安。因为黄国哲市长进来，伊对于义里活动中心非常的认真支持推动非常感谢咱议员会当共同支持这个经费。市长进来已经拢有68座的活动中心重建，阁有迄个整修啦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进来到今年底会当完成，阁差10座嘞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讲有的规划中啦所以这个活动中心起来了遮水，希望讲里长好了用啦周遭环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内底设施市政这边遮阮会尽量来甲配合好势，最后希望讲里面会当多使用你包括讲迄个办理活动还是演习啦包括讲迄个演习的课程，我那有老百姓尽量咧市民都尽量咧使用。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3月17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虽然过一段落，不过对市长提名出炉，党内整合却一直看无母鸡带小鸡。对此，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人陈廷辉选定上午拜会市党部主委郭国文，双方伫初选以后首次同台，毛外界用破冰和解来形容。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人陈廷辉上午伫议员陈义珍的陪同，来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拜会主委郭国文。陈廷辉表示，来到党部有回娘家的感觉。而主委郭国文表示，安排这个时阵来见面，主要因为市长、议员甲里长的登记初选告一段落。不过外界还是有破冰和解的解读。当初呢，因为正处于这个市议员内部的初选，那加上有里长的登记的问题，所以呢比较不适宜啦因为现在那个时间点比较急，因此呢，在现在市议员的初选在台南市的部分告一段落之后，那里长的登记也完成之后，那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蛮适合的，所以说我们约了今天大家彼此见个面，让外界知道党部的一个基本立场。
谢谢主委今天安排这样的让我们有机会，我是回娘家了吼，因为这个所在吼嘛是我做过主委的所在吼。会中主委还佫揢出屠龙刀，将箭头指向这两届，呼吁党内爱团结，全力来迎战国民党。李立委陈廷辉嘛表示，为了守护总统赖清德的本命区，2026不但爱赢，而且2028的总统选票嘛一定爱赢过2024年。我在参选主委之前，我有特定的支持对象。其实我在参选主委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老实说，那时候我就支持林俊宪，没有错。当然，我在这个党部的主委的讲述过程当中，我认为我谨守分歧，我没有要求任何党工动用任何党的资源去支持特定的对象。我觉得要让所有的党员跟支持者清楚这一点。这一点我的行为，其实在场也有执委在现场。如果我有所偏差的话，执委会予以跟我纠正，或者予以要求我的改变。所以过程当中必须说明，我是站在党的立场清楚。要延续党的立场的角度当中，在初选过后，陈委员他以党的提名人要来拜会，我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那我只有时机还有方式上面的考量。所以陈委员今天来，我还是慎重的予以接待。那也是因为有今天的这样记者会，让外界清楚。基本知道党的立场是什么，也让支持者能够予以安心。外界常常会担心，我相信我们的内部整合绝对没有问题。那也希望我们要把台南市市长这一局一定要选好，把我们的立委，民进党的立委一定要做最大量的一个数额的增加。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基层里长也可以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未来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面对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合的一个挑战，因为台南永远是我们赖清德总统最大的本命区。2028，我们一定要让台南的得票率、赖清德的得票率赢过2024，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虽然上午的拜会只有陈怡丁甲陈秋平两位议员来陪同，市党部并无看见其他的议员出席。虽然讲破镜重圆也是有芳，不过陈廷辉表示一点嘛袂烦恼。伊认为民进党是经过初选的历练，初选结束就是团结的开始。台南新闻李云根采访报道。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朝委林俊宪号召南下关心国道1号台南北外环交流道的时间，固定伫今年底特别完工的进度。不过目前累计进度达到80%左右，渴望提前到今年10月底就完工，到时将大大疏解永康交流道的塞车。伫立法院新会期担任交通委员会朝委的林俊宪，一上任关心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国道1号台南北外环交流道的施工进度。16号上午邀集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甲着国土署实地到现场来会勘，听取高速公路局的新建工程的简报。总经费14亿3000万的国道1号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自112年9月开工，目前整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79%左右，比预期的进度超前4%。预计会用的提前伫今年10月来完工。原则上1期、3期这边通车以后，我们这一个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从北外环北入往国八方向，还有南出。那另外就是说这边的主线也会拓宽，还有往国八的话，这个汇入匝道也会从1车道变成2车道啊，这个出来也是。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2支的这个匝道原本是在今年的年底，那我们现在进度有超前4%只要不要像去年台风那么多，基本上几个台风我们都有考虑到了所以原则上正常的这个汛期的话，其实我们是没问题。跟召委跟委员报告，这个10月之前能够通车那个前提是2个台风袂使超过2个啦超过2个台风可能压力就加大但是如果不要超过2个台风的状况底下，我们希望这个匝道能够快速的让它完成在10月一定让大家看得到这个匝道的完成。解决问题就是靠北外环，所以你南科落来车对北外环伊要入去市区，要入去北区、东西区、安南区，伊就走北外环。
那么它直接下来到永康交流道的车辆就会大幅减少。哦，无你即摆要去市区的车，无落人去啦，全部拢客伫永康交流道。所以永康交流道，那个交通也是很可怕。所以到时候车底下就拢导流，就拢走啊。那直接下来到永康交流道进出的车辆，这个绝对感受得到哈。国道1号除了正式北外环交流道，另外伫南厝甲伫北路匝道嘛配合来拓宽。完工以后，对市区要上高速公路到南科，预计会用缩短30分钟左右，而且嘛用疏解永康交流道的车辆。国土署表示，整个北外环2期预计明年6月就用完工，4期的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设计，将配合市府处理用地，预计下半年来发包，工期大约需要4年半的时间。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在地民众期待真久的仁德立行里活动中心，伫青江无想提供土地交予市府活化，将伊予乡亲官帮。16号市长委托亲自主持动土典礼，这民代乡亲拢到场关心见证。期待这座将近4000万的活动中心落成，成为民众休闲交流学习的重要所在。在地民众期待真久的仁德区立行里活动中心，伫青峰乡无想提供土地交予市府活化之下，民政局编列将近4000万，终于要予乡亲官帮。16号由市长吴美婷亲自主持动土典礼，这民代贵宾甲乡亲拢到场，以办喜事的心情，共同来关心见证。动土，动土，开地平安，根深蒂固。2动土，再平安。工作是一棒接棒，在我任内已经有62个活动中心来兴建了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尤其在我们财政还相对困窘的情况下，在这7年多盖了60个，平均1年大概盖10个。那加上另外有60几个活动中心是耐震补强整修的，所以加起来100多个。仁德区立行里长期无一个完善的场地，会当提供民众交流学习。这回青江甲市府合作新建立行里活动中心，将土地活化，嘛是展现政府甲民间协力的优良典范。非常感谢咱青龙中正咱特调了提供咱公部门咱60档。无偿提供使用啦，会当互咱来去这个活动中心，佮加上这个预算的部分当然要真侪经费，所以咱这个民意代表咱的里长嘛拢真支持、真小听你，咱咧争取这个经费仁德立行里活动中心规划新建1楼，伫动土以后，预计伫116年5月完工。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环保局13号到15号伫展门市政府区举办巨鹅救命的台南场，吸引大批市民揸着一袋一袋物资来响应。市长委托嘛到场小听，不但观巨鲨、巨鹅，嘛参与物资的珍贵，现场气氛相当的热烈，嘛充分展现台南各界投入国际公益的行动力。救鞋救命，改变生命。巨鹅救命台南场活动迈入第3档，去年总共募集超过23000箱鞋以及12万件衫裤，送到非洲肯亚，予当地民众使用，展现市民满满爱心。市长委托15日也载着物资到场响应，并甲志工一同整理物资，装箱搬入去货柜。希望透过资源循环再利用，将台南的温暖送到非洲偏乡。我们第3年了，获得了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响应。那最重要，今年我们有慈济这股生力军其实好像去年就开始了，慈济去年第1年就开始了。那今年这个慈济有3个摊位那慈济的师兄的企业又加3个摊位，总共有6个摊位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最重要，我们这些募集的
这些鞋子啦或袋子啦，其实送到非洲去，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我们也谢谢响应的企业，还有许多的志工团体，也谢谢发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这个响应救鞋救命，那能够台湾的救鞋救了非洲孩子们或是非洲朋友们的健康，避免他这个打赤脚感染了许多疾病，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环保局指出，今年活动大约有1100位志工报名参与，其中不少人已经是连续3年投入服务，也有外地民众特别南下参与。环保局长许元哲表示，这次募集所使用货柜是由洪仲生技、建理生医以及组织台南运动联谊会共同赞助，所有物资将以海运方式送到非洲偏乡。货柜在当地落柜后，也将再利用为公共空间，延续资源循环以及公益价值。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丰盈美厂所规划第1届美兰之乡后壁之水的念展，日前伫新营文化中心展出以后，得到热烈的回响。17号刷到永华市政中心2楼中庭隆重开幕，邀请大家透过念展来感受后壁朴实的美好。也希望吸引更较侪人做伙行入农村，品尝因在地特色美食的好滋味。第1届后壁之水摄影展成功吸引全国91位介意摄影的好朋友参赛，征集了1253件优秀作品。日前伫新营文化中心展出以后，得到热烈的回响。市市长特别指示，将作品搁刷到永华市政中心继续展出。透过镜头，除了记录后壁区上真实的农村日常，嘛留下稻作文化以及农民甲土地情感的点点滴滴。他把后壁的美，包括稻米的精神，吴米乐的精神，透过这次的比赛，能让更多人看到，发现后壁的美、后壁的文化，还有后壁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的一个地方。会中副市长姜连宏代表市长、甲一个市府官员以及共同陪伴后壁区成长的贵宾，拢出席来见证，人气呛呛滚。其中后壁区长对着作品当中记录风灾进程也未回顺的情疗教堂，的相当有感触。希望大家来感受后壁的美好。我们在3月的时候就摄影展开始，然后到7月份经历的这个风灾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摄影比赛经过了风灾之后，能够展现出更美。那也希望更多人来认识后壁，来行销我们后壁。用稻米甲农村作为主角的摄影比赛，不止看见后壁的水，所生产的后壁米，更是国际餐饮集团公认的好滋味。台湾的米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用途，甚至可以做米食，甚至做粿，甚至我们可以把米做成很多跟面包有相关性，像米面包。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米其实可以更加推广，不是走台湾，而是可以到全世界去推广。该摄影展对17号开幕，将展出到4月15号，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欣赏作品的同时，嘛亲临农村品尝在地特色美食。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除了后壁好滋味，到想要品尝上届在地客家菜。糖伫今年就举办客家青记美食推荐，找来15位必比客，将最全桃园的客家餐厅来评选。结果位伫杨梅北风园这间餐厅，靠着菜脯鸡等5道料理，伫46间入选的餐厅当中，迄选成为今年唯一6星级的上冠演务。走进杨梅区这座超过100年的红砖三合院，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汤头香气，热腾腾的蒸汽伴随深褐色的汤汁翻滚，
八方园用百年老宅的氛围与坚持传统的功法美味，成功获得客家星级美食评审委员的青睐。这道黑金菜脯全鸡是八方园的镇店之宝。老板黄帅兴坚持使用保存超过40年的老菜脯，搭配整只土鸡慢火细炖，让食材的精华完全释放。除了招牌必点的黑金菜脯全鸡，这次让秘密客赞不绝口的，还包括火候极佳的八方焖鸭、鲜甜弹牙的竹筒虾盅，以及老饕最爱的客家风菜与梅干扣肉。这5道料理展现了深厚的厨艺底蕴，也让餐厅在今年桃园市客家局的评选中拿下了唯一的6星级最高肯定。老板黄帅兴惊喜表示，虽然不知道秘密客何时会上门，但他始终坚持对每位客人一视同仁，并提供最好味道的信念。这次获奖是莫大鼓励，未来也会持续微调传统口味，让客家料理更符合现代人的味蕾。其实就也很意外，说自己能够拿到6星了，因为也不敢当，因为餐饮的前辈也很多。那我是餐饮这个八方园的第2代，那我们从第1代开始就是在推广客家的一些文化跟餐饮。那我们坚持就是我们的菜都是经典的老菜，然后把这个老味道跟老宅能够就是相互辉映，推广给现在的消费者。那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不见得吃过正统的客家菜。那我们就把这些菜都一一呈现，但是我们口味上面有做一些调整，就我们有做比较清淡一点。拿到这个奖我也很开心，但希望这个还是要继续努力。那希望如果哪一天有机会，黄仁勋可以大驾光临，那就更棒了。客家局长范江泰基亲自颁发6星级立牌，也强调这次评选过程相当严谨。那我们特别请了15位的秘密客来走访我们所有桃园13个行政区的客家的店家。那总共有46间我们的客家美食的餐厅跟店家获得推荐，那从1星到6星都有。那我们今天的所在地八方园是唯一一家获得我们6星推荐的啊。那八方园里面也有我们传统的客家菜色，也有创新的客家料理，也希望我们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来到桃园品尝我们桃园客家的好味道。客家局表示，这次的星级推荐活动，就是希望民众能更方便地找到桃园在地最值得探访的美味客家餐厅。大家可以前往桃园客家旅行网站上的好食客家餐厅专区，查看完整的推荐名单，规划一趟游客庄尝客家好味道的旅程。记者陈浩桃园采访报道。高雄爱河知名地标建国桥近期被民众发现桥墩的色彩杂乱，连桥顶的白灵丝雕像嘛无去。虽然市府强调桥梁的结构安全，并且答应重新整理景观门面，不过其中曾经是高雄人记忆的彩虹水舞，嘛因为设备老旧，无法度修好，相当无彩。一整排的小白鹿雕像整齐排列在桥上，但仔细一看，居然有几只已经飞走了。现场只残留下空荡荡的底座。这也是跨越高雄爱河的建国桥，在时任市长谢长廷任内兴建，如今历经岁月洗礼，不仅桥墩外观斑驳掉漆，原本作为地方亮点的彩虹水幕，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无法运作。哎呀，有点可惜，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我们都在附近下午都会运动嘛，就是会做，就是停下来这样看整个爱河桥这样。是在谢长廷市长任职的时候建造的，那种起又加水，有做了一个2侧，一面向南，一面向北的那种，可以像瀑布一样飘下那些瀑布水下来，能有灯光照射，确实是很美。但经过了这几10年，瀑布的那种设备那个马达什么可能都坏掉了。
建国桥从民国91年启用至今，陪伴市民超过20年头。虽然市府每2年都会定期检修，确认桥梁主体结构安全，只不过爱河作为高雄最代表性的观光地标，桥上的景观设施损毁，难免会影响到城市门面。市府承诺会修缮破损区域，但彩虹水幕已经老旧不堪使用，可能无法重新再现。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它好像说会影响什么，因为观光局有把爱河的灯光改造，如果市政府有多的经费要来恢复，哇，我们顶的人都欢喜啊，乐观其成啊。好，然后让我们的往来的民众不只是知道说建国桥在过去高雄的发展历史当中扮演了一个都市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角色，那也能够让大家在观赏爱河水岸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建国桥。最近一期为2025年检测报告显示，桥梁检测结果安全，另针对建国桥面道路局部龟裂情形，经初步为铺面材质老化上平整，未影响桥梁主结构安全，后续将派员加强巡修。那令建国桥两侧护栏的白鹭鸶造景，因长期使用及外力影响，部分已毁损。公局也后续评估整修，以确保市民与游客的良好体验。爱河作为高雄的母亲河，不只承载着老一辈高雄人的深刻回忆，更是吸引外地游客的重要观光地景。期盼建国桥的景观能够早日修复，重现往日风华，让这条美丽的水岸廊道继续闪耀。记者君高雄报道。感谢收看3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怎么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